真爱遐个姊妹平安，真欢喜看到大家。今仔日是圣诞主日，所以今仔日服侍敬拜的是由阮圣歌队的队员来服侍。希望今仔日咱用诗歌将阮教会，荣耀咱的主。好，咱开始敬拜之前，咱要请咱的贵基长老带咱做开始进前的祈祷，咱请贵基长老。
的能力，煞袂记这气力是为上帝来的。这就是咱对咱所失去的、所面对的伤害、困境、充满怨恨。主讲，伊袂互咱受试探，超过咱所能受的。伫受试探的时，总会帮咱开一条出路，互咱会当忍受得了。人生无渡袂过难关，主安尼应许，伊绝对袂放弃咱。顺境感谢，咱逆境嘛是爱感谢。咱过来唱一遍，我心充满感谢。我心满感谢。我
月经，阮拢要学落去。今仔日是圣诞主日，阮信外对所有兄姐要带领教会所有上帝主义，做伙用尊崇敬拜心来敬拜主上帝。愿阮今仔日所献诗歌，真做香香的祭，请主接纳，祝福予你的众囝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尊之源，有着存在，这是自几年来疼痛阮的阿爸陪上帝。感谢你对阮世间人无限的疼，为着疼阮，你创造了这个世间万项美，你大声为阮建立了一个真美好的世界，然后你才创造了阮人类，将阮安置伫遮尔水的世界中，互阮逐日拢享受你为阮所备办的一切。肉体上会需要你，拢供给互阮逐项到了。你搁较注重阮灵魂的得救，差遣你宝贵的性命耶稣来救赎阮，互阮会通真做你神的百姓，享受永远的活命。你所赐互阮的恩典甲福气，是讲袂了，算袂尽。阮只有用满满感恩的心来乐感谢你。天父上帝，阮嘛要诚心恳求你，赦免阮对你所有的辜负甲背叛，帮助阮、塑造阮，互阮会通真侪你无用的祝福。伫日常的生活中，会当有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今仔日是圣日的纪念主日，特别我要感谢你所赏赐美妙的圣日，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甲平安。美妙的音乐滋润阮打碎的心灵，安慰阮忧伤的心神。属灵的言语丰富阮的生命。我一定特别感谢你，无嫌阮卑微的嘴，互阮会当发出声音来学乐你，用诗歌献上学乐，感动别人，也激励阮家己。主恳求你帮助阮，会通尽阮的一生，用诗歌来宣扬你奇妙的疼。叫人知你的伟大甲仁爱，阮众人拢伫遮安尼同心献上一切学乐、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中学上个月记载伫马太福音5章17节，咱做来看解。你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咧得到利益；你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咧得到利益。咱搁一届做伙来祈祷，
主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我用歌声来敬拜。总是你知，阮的心需要上帝你继续引带阮，互阮愈来愈侪，阮心中的意念对上帝你遐去，帮助阮伫教会中间彼此相款待时，充满爱心、信心，甲鼓励人的心。主愿你引带新化教会众兄弟，互阮伫家庭、事业、甲人生的道路中间，阮都会晓对真理来得到快乐甲启示。主帮助阮，互阮一生的年日伫上帝安排的下面，度过种种的难关。关关难过，总是上帝互阮关关通过。帮助兄弟姊妹，互因的心中所欠缺、身体所欠安的，做事务，上帝你拢来接你，帮助阮，互阮诚做你所欢喜的人，引带阮，互阮诚做谦卑顺服的基督徒。阮跟对你，互阮骹步跟对伫你的后面。阮愿意背起阮家己的十字架。互阮跟对伫耶稣基督的后面，互阮知影受苦、恩典拢是共款。伫受苦的后面，伫黑暗的后面，有光明甲上帝的好意思。主愿你引带、看顾、带领圣神大权能运行伫新化教会内底，黑暗的快乐甲意念爱伫即个所在斩断。主愿你听我的祈祷，帮助兄弟姊妹心中清气，无有的懒散的念头，互阮的计谋伫上帝你的面头前是空壳，互阮的心谦卑，阮的心真理的下面是充满的。帮助阮亲像囡仔，帮助阮是谦卑的人，帮助阮亲像羊仔，帮助阮顺服大牧者耶稣基督。引带阮，感谢你，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先来介绍有一款鸟仔，这款鸟仔足趣味。咱来看第一张的图片，这只鸟仔咧叫做织布鸟，非洲织布鸟。这款鸟仔咧足够起厝的。伊会先去量迄个树枝，看树枝的跨度偌长，然后跨度量的了后呢，伊搁去飞去剪草啊，将草啊呢剪甲跨度差不多的时阵，伊就开始伫遐拔的了后，甲倒掉，变做一个树。这个鸟仔呢，咧去做这个鸟仔树的时阵，是公的爱负责，母的伫边仔咧干工。伊若有欢喜咧，伊就带入去；伊若无欢喜咧，伊就离开。离开了后，这个鸟仔会安怎想咧？即只公的吼，伊开始就会去想，毋是想即只母的毋好咧，伊去想讲，我哪会起即间厝遮歹，人看袂起，人所起的厝。原本想讲家己起的是5星级的大饭店，无拍算别个人看到是5星级的起厝。所以，只鸟仔飞走了后，即只公的咧，伊就足生气，就将家己的手咧，拆掉。非洲的织布鸟，伊就是安尼咧看待家己所起的物件。如果即间厝母的无介意，公的就会来拆掉，顶头搁起。即只鸟仔互足侪人真好的鼓励甲启示。若是毋对的，若感觉无好的，咱应该爱改变，因为这个树是咧饲后一代的鸟仔囝，因为这个树关系到遐个卵会使完全安全来孵做鸟仔囝，所以足重要。兄弟姊妹，教会内底嘛亲像是鸟仔树共款，咱常常拢有兄弟拄啊好洗礼。洗礼了后，等于是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伫天国内底，所以咱需要有准备，搁较舒适安全的环境，互因伫遮会使稳定来成长。所以品质真重要。这个鸟仔树若起了无好，连鸟嘛袂大。
教会内底嘛是同款，咱需要用真理来做咱的品质，咱需要用三兄的心来起造咱的教会，咱嘛需要用信心，互即件事愈来愈勇壮。所以兄弟，咱爱用即款的方法来看待咱教会起造的工课。牧师毋是干那牧会尔，牧师有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叫做起造教会。起造教会就是领导引带咱的兄弟、咱的中职同工，做伙将教会起造成做是一个互新的生命会使勇敢、平安、大汉即款的好所在。所以咱有中职会，咱嘛有小会，这拢是要互咱的组织愈来愈完整。个人甲组织，咱拢爱各会顾会着。所以兄弟，为着咱要完成这个任务，咱伫9月份，你若看周报，你会使看到，咱伫9月份，咱的教会要开始举办爱餐，有侪人接到消息，问讲你到底有要出来斗相共无？看是要煮也好，还是要斗烘菜也好。兄弟，这就是一款好搁水疼心的事工。咱开始要用彼此分享5块饼、2尾鱼这款的疼心的分享，咱要来起造教会好的文化。咱要用起造教会好的文化做开始，然后互侪人伫遮彼此来领受这个相疼的气氛。信心的部分，咱需要嘛爱来起造。当咱听到侪兄弟伫咱带咱敬拜的时阵，学乐的时阵，你听到讲道的时阵，你若有同意的，你应该开始爱习惯讲阿们。阿们是啥物款的意思？你有认同无？叫做阿们。你有相信无？叫做阿们。阿们就是咱的门会门串四周围，一个门若是无门厅，若无门厅啦吼，一个门若无门厅，袂使叫做是门。阿们就是真实的意思。当咱愿意嘴讲出来，心内相信，你的信心的功课就愈学就愈水，你就渐渐学会晓知影啥物叫做圣神的同在。当你讲阿们的时阵，当你听到真理的话的时阵，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一寡变化是无啥相像。这是咱教会的秘密，其他的宗教毋知，因为因做好事，总是因无做好的基督徒。咱是做好事的人，咱嘛是跟对耶稣好的基督徒。所以咱对人好，咱嘛信上帝。当咱信上帝的时阵，咱的心会开始进入去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这个境界会改变你的身躯，这个境界会改变你所做的梦，这个境界会改变你所要拄着的人。所以，当你改变了后，我相信这个信仰都毋是 slogan 啊，都毋是一款口号啊，你会开始发现这个信仰足趣味，嘛足真实。这个信仰害你感觉上帝一直拢徛伫你的身躯边，不管你是毋是干那一个人，你会发现你永远无孤单。这个事、这个人拢会过去，总是上帝的心永远甲咱三角同在。煞接。教会爱诚做顺服真理的好所在，教会爱诚做顺服真理的所在。咱有侪道理，会使对学学，会使看电视知，会使看网络了解。总是你要顺服真理，这是另外一个赞处。咱若知影家己需要真理的人，你就应该互你家己的心愈来愈侪空间来。互真理不给发现，咱无应该互无应该出现的物件伫你的心中充满。咱有真侪人，伊学会晓的是头壳爱复杂，然后伫事业、甲伫家庭中间、伫社会中间就会成功。牧师要直接甲咱提醒，信仰无安尼甲咱教，信仰甲咱教啥物？头壳爱复杂，总是你的心爱善良。头壳爱复杂，因为这个环境真复杂，社会变动真紧，人甲人关系真侪无相像的所在，总是咱的心爱善良。阿们嘛。所以你
你若伫即个所在，会使对你甲遮个事，你就慢慢会晓分辨社会甲教会所咧讲的，咱两边拢会得胜，咱两边拢会使得到迄款成功的标准。社会对咱有要求，教会对咱嘛有一个标准，总是教会标准绝对较悬。教会标准是对信用来看，社会标准是看你的成就。你若有成就，道德无要紧。总是教会毋是安尼看，教会是看你的性命是对啊毋对，做一个判断。当咱的性命若对，迄较叫做是对。虽然你的职业甲你的家庭可能毋是一般的人想象遐尔舒适甲拄啊好，总是伫上帝眼中，若是看做是好的，你就是义人。所以是目标是上帝看做好啊毋好。所以兄弟姊妹，马太福音书5章第70有讲到，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这句话你若用白话语叫做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这是一句做特别的话。当咱对人心存怜悯，当咱对人仁慈的时阵，你嘛会拄到仁慈。我要来讲一个故事，咱来看下面一张。1943年12月份，伫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拍到最后尾声的时阵，美国的空军侪少年家驶着风，迄个战斗机啊，飞去德国的境内，要来牵炸弹，要来破坏因的工厂。只是这飞行机飞过了后，无拄因的安全倒转来，所以侪飞行机飞到一半，伊就去德国的空军拍落来。总是有一个少年家叫做查理夫人，这个少年家呢，伊做特别的一个经验，伊就是共款入去执行伊的任务，总是执行到一半的时阵，伊的飞行机重伤，然后伊心内想讲，伊即声若果拄着飞行机来攻击，伊就损害，无拍算。伊真正安尼想的时阵，有一架飞行机佫飞来德国的。毋是美国的，嘛毋是英国的，伊心内想讲即声损害，结果无拍算，即只德国的飞行机呢，竟然无当开枪，竟然是飞到伊的身躯边，然后但指示要安怎转去英国的方向。即个秘密藏伊的心中真久，两边咧相战，哪会忽然间即个对敌对我遮好？所以伫1987年，伊开始刊报纸。伊要来找这个答案，为什么当初时40年前，这件事会发生？真正去查到，这个人叫做斯蒂格勒。后来这两个人有见面，伫迄个时阵，因三角来分享因过去中间所做的判断。为什么这个德国的飞行机的这个驾驶无当开枪？原因就出伫个这个德国的驾驶。伊心中一直有一句话，迄句话成做伊判断的标准。咱来看后面迄张，这句话真重要。来，咱做伙来读来。为了自己，不要向无助的敌人开火，以保持自己的人性。这句话我嘛足受感动。咱常常拢想讲，若我会，我要摕到到；若我要赢，我要拍到对方拍伫涂骹。总是即句话提醒咱，你若是安尼做的时阵，你的人性有伫咧，还是无伫咧？咱知影德国的军人有侪人后来失去人性，所以伊有大屠杀这个代志悲剧的发生。总是即句话竟然帮助查理夫人，伊对个飞行机顶头被告的少年家活落来。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会使看到，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咱来看下面一张。为了要保持人性，咱需要努力。这是另外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流浪汉然后有一天伊伫楼梯头的时阵，去拄着一只受伤的猫仔，这只猫仔囝受伤，总是这个流浪汉呢，伊心中起了怜悯的心，所以呢，伊开伊所有伊身躯顶的金角仔钱。带去看医生，但猫仔摕带去看医生，咱知影无俗啊吼，也无亲像咱台湾讲纳入健保。
猫仔狗仔是无健保的吼，啊你国外来医啊好吼，结果即个流浪汉更加需要流浪啊吼，伊全部拢无钱啊，专门去医即个猫仔，结果即个猫仔煞无爱走，无爱走，要缀伫伊的身躯边，因为伊甲伊有特别的感情。即个流浪汉靠大吉他来过生活，拢伫英国的街仔头咧表演。结果因为伊逐摆呢，甲伊主人表演时拢会鼓掌，有无拍手，有看到无？所以呢，伫迄个中间，侪人受感动，会愿意去听即个流浪汉来弹音乐。所以即个流浪汉伊的收入增加3倍。然后伊将即个故事写做是册了后，伊真侪国家来发现，伊都无去诚做流浪汉啦，因为伊敢若靠遮册收入，伊都会使过真好的生活。啊，你认为人民猫仔的人有福气，因为猫仔互伊安那受到人的怜悯。咱伫遮会看到，怜悯是一款足高尚的一款行为。德国的政府因为过去二次世界大战发生遮尔济残忍的事了后，因有一个足特别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要安怎教家己的囡仔有人性，毋通咧输赢尔，咱应该爱有保持好的人性。所以伊有4点足重要，要甲伊的囡仔教。咱来看就一张来。第一项叫做啥物？爱护动物。伊会去教囡仔爱饲兔仔、饲狗仔、饲猫仔、饲鸟仔，只要是动物，咱就来饲。去来饲的时阵呢，都会使安怎去观察、去疼惜比咱较软只的性命，互因开始有一款同情的心、温柔的心。伫伊做囡仔的时阵，伊就学会晓。继续，第2项是爱同情比咱较弱势的人。过去捌有一个咧，就是一个青少年，伊伫车头去辱骂一个流浪汉。后来去因兜的四大人知影了后，因老爸请因阿公阿嬷、三叔公、五婶婆全部的人转来开家庭会议，因为阮的囝竟然伫车头欺负弱势的人，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了后，决定要安怎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这个少年家去邀请这个流浪汉，转来到因兜做因兜的人客，甲请一个。因的教育捌出现这款的故事，所以你会使看到，整个的国家若愿意去承认过去所做的毋对的事的时阵，这个国家会愈来愈勇壮，哪来哪强势。第3项就是对人爱有开阔的心，毋通鸟仔长鸡仔多看任何的事。当咱的眼界愈宽的时阵，我想做事，咱就会晓互相了解、互相体贴。当咱会晓体贴你边仔的人的时阵，我想你的性命、甲你的生活加足快乐。你袂去想讲啥物人对你有意见，因为你对人无意见，啊，人也袂对你有意见。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安尼。第4项，反对暴力。因会去针对所有的玩具、甲所有的电影内底有暴力的成分的代志，甲囡仔讲这对也毋对。所以整个的教育伫囡仔的中间表现了真清楚，就是因无爱阁亲像因阿祖迄代、阿公迄代所犯的错误共款，就是欣赏强的欺负弱。这是德国当初时所犯的错误。伊有一句口头的话叫做：你若同情弱者，你是软正的人，不可以同情软弱的人，这样你是懦夫的。伊的意思是安尼，总是伫我的心中，我相信这句话是绝对毋对。圣经甲咱讲，咱若心存怜悯，上帝就要甲咱徛做伙。我问你，你是强还是弱？当上帝甲你徛做伙的时阵，你是软正还是勇敢有气力？我相信你绝对是勇敢有气力的。阿免。所以你伫遮爱真清楚明白，世间的人常常看灿烂伫教会内底教愈好倒比。咱来看下一张圣本笃修道院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这句话。这句话，请咱伫中间来彼此来分享，来做来读来。
不可以用隔离、蔑视、不喜欢或反感轻视自己的弟兄，使自己的弟兄陷入孤独中。你若做伙要去追求信仰的人，做伙要追求上帝真理的人，应该即句话爱小可来看入去。咱常常拢用有意甲无意去互一个团体，还是家庭，还是公司陷入去孤独的内底。咱常常分裂，咱毋知影为虾米，就是对即项开始，咱应该爱知影，若人民做主体的时阵，咱就袂去发现到有一寡人伊会坐伫壁角，有一寡人伊会无受到人的重视。所以咱来看后面一张。因主为人是虾米款的人？咱做伙来看来。仁慈的人就是以母亲的爱对待自己与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充满人性。所以你若看到讲基督徒，你会伫伊的心目中，你会注意到啦吼，基督徒伊心目顶有一个气质，这个气质就是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你都会感觉伊小可亲像妈妈的疼。不管伊是男性啊女性，一个谦卑顺服的基督徒，伊心目顶所出来一款的美，是有母亲的疼，用母亲的疼来关怀，来感觉坐伫你边仔的人。咱常常若是安尼来操练的时阵，你可以感觉得到你旁边的人，那你就已经进入了怜悯。咱不是用目睭看，咱是用怜悯来相款待。所以兄弟姊妹，我要伫遮来勉励咱，咱有侪事爱学习，总是怜悯这项事，咱爱放伫头前。马太福音书9章第10节到13节有一段的经文，耶稣坐伫厝内底的时阵，有真侪抽象的甲犯罪人来，甲伊三甲坐倒。法利赛人看到，就对耶稣的门徒讲：恁的先生为虾米和抽象的甲罪人三甲食饭？耶稣听见就讲，空间的人用袂着医生，破病人较用会着，因为圣经安尼讲，我介意怜悯，无介意这事。即句话的意思，恁家己去想，我本来就毋是要钓义人，是要来钓罪人。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伫遮看到一句话叫做：我介意怜悯，无介意这事。我要来讲，有一段足重要的话。即句话出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出来的时阵，是咧特别咧强调迄个世代人真重视做礼拜，但是伊的行动、信仰甲行为无做礼拜的精神。伊对人无疼，伊敢若袂输咧做一个法会，做法会咱知哦，做法会就是拜拜的，三生四果采采的，然后咱的代志就解决。咱应该毋是即款的信仰较对，咱的信仰应该是咱本身都是互上帝改变的人。对咱开始，毋是对上帝做开始。咱应该对咱改变做开始，毋是去指挥上帝替咱来做代志。所以咱伫遮爱真清楚何西阿这个故事。我要来甲咱提醒，何西阿是先知。你若讲过何西阿书，你会发现即个人足奇怪，好好的人。卡着去娶一个淫妇，你知影淫妇是啥物啦？吼，淫妇就是趁食查某，淫妇就是即个因迄个时代，伊靠身体咧换钱的人。圣经伫何西阿书内底特别记载，上帝爱伊去娶一个淫妇。咱一般人娶某袂去娶迄吧？比如讲，达罗斯甲恁介绍一个，捌过去生活甲足精彩的人汉。恁来做新妇，恁逐个嘛惊死。咱咧娶新妇拢安怎娶？三从四德。我会记得三从是未嫁的时阵爱听恁老爸的，若嫁出去了后爱听恁翁的，恁翁若无记咧爱听啥的？恁囝，这叫三从。四德是啥物？四德咱就较无识了，四德就是爱有好女德，即世人敢若会使过一工。第二项呢，你
就是爱讲真水的话，迄个话袂使伤粗鲁，粗鲁爱藏伫房间讲。你出去外口爱讲足温柔的话。第三项，厝内底工课拢爱摒扫甲真好势，爱真熬煮饭，人客若来爱真好款待。第四项就是你爱不是爱装了足水，装了足水的，打扮甲足水的，莫讲拢无精力安尼啦，迄叫做三从四德。咱一般人是安尼判断的啦吼，总是身体好势啊，上帝爱你出来，毋是用即款的标准去判断。今日今日的周报内底，我有写一段话，你若现开看卖啊咧，我为啥要用即段话做勉励？咱的周报中间，我有一个引言，伫咱第三段迄个所在，你有看到？我要甲咱讲，性格的先知甲有的拉桑会趁食查某做伙结婚，为虾米？这是道德上是冲突的，无毋对。但是这是好势爱的功课，因为这个人，这个查某人，伊活伫罪恶的中间，总是好势受上帝感动，愿意离去伊的内心世界，甲伊结连做一体。伊真心疼伊，毋是可怜伊哦，伊是真心疼这个查某人。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这是民主，这有牺牲。伊不管伊的过去安怎样，完全包容。这是信用，这不是道德。当上帝感动一个人要嫁出来的时阵，伊一定袂去看到伊过去所犯的毋对，伊一定会甲提起。你爱照我的感动，用婚姻的约接纳伊，互因会使三角起做美好的未来。好势是受上帝感动进入这件事的人，所以咱要用道德来看，常常拢会感觉讲，你哪会嫁一个，你哪会娶一个？总是你若用上帝的感动来看，就无共款。如果上帝互你一个怜悯的心，知影要安怎样去疼别人。真正愿意用婚姻正式的约来结连的时阵，牧师会甲恁肯定，因为圣经内底有一个人物是安尼做，伊用民主来互相三款待，上帝嘛互伊拄着民主。最后，我要来甲咱彼此勉励甲分享，民主阁有一个咱爱注意的事，就是有真侪人你来关怀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伊常常拢需要你来鼓励。牧师要伫遮甲咱鼓励，咱莫诚做常常需要人鼓励啦。咱应该爱注意，因为这无标准。若正式受上帝怜悯的人，应该徛起来。徛起来了后，伊就爱去关怀过去伊所拄着共款痛苦的。所以咱无鼓励诚做会通讨人住的人。过来，咱来知影，因有的人伊袂凊彩看图讲故事。过去有一届，有一个牧师，伊驶货运车，伊载伊的中职做伙去参加联导会，是历史的时阵。然后伊驶，所有的人坐伫货运车顶头，远远看伫路边啊，路边有一张白布盖的，然后四周围真侪人，丢落讲话啊。讲吼，个弄死人。即事讲话啊，即事讲啥？即马少年的驶车拢一斤。牧师讲话啊，牧师讲有可能是啉酒的。迄货运车顶头侪人拢讲一个了后吼，即个货运车愈驶愈紧，愈晚，愈驶愈晚，愈驶愈晚。牧师讲一句话，你看，连记者都来翕相，绝对有出人命。结果驶到遐时阵，才发现。迄是新娘仔咧去婚纱，毋是出人命。但是咱已经人判断迄是丧事啊。迄是理事呢，但是所有人来看，规台货运车的中职会拢人判断是丧事。看图讲故事，毋是认字的人，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是咱常常会去看到有侪人看一个图，伊就想足侪无共款，伊家己的判断出来。所以咱伫遮爱真清楚知影，为什么义人约瑟要带大巴肚的玛利亚耶稣伫内底？咱若用看图讲故事的讲，哎哟，
这真正目睭毋知咧生入对，爱大巴肚啊，毋知啥物人的囝啊带，咱安尼讲啊，敢毋是？你若用看图讲故事的看法，你看何西阿，你带一个趁食查某讲，即个是真的神猪啊，假的神猪，较会看毋着人，搁带着这，哦，你会去安尼讲看讲，总是伫故事背后有伊的意思。上帝好意思藏伫后面，所以咱爱伫遮，毋通真简单，看着图就讲着故事，就亲像有诶查甫人讲，看着乌影啊，无人开枪，哦，就是即款的意思。第二项，凊彩批评并毋是一个人自的行为。我捌听过咱的同工，伊咧讲伊过去要嫁即个先生的时阵，真侪人反对。伊的反对嘛毋是较有亲戚关系啦，是伊外口的朋友也是厝边头尾批评啦，因为因毋是台湾人，是外省人，然后人批评、人欺负、人软骂，伫背后讲人3、4、5、6、7。人听到心中的不准忧愁，咱应该爱更加了解咱讲的话是伊逼人的，还是人抬的。咱的话会来呢，有当时来甲抬着的人会流血。咱的话嘛是好药呢，有当时是亲像苹果金色的同款，看到的人会安那假目会欢喜，会得到医治。看人要安怎讲啥物款的话。仁慈的人会讲仁慈的话，仁慈的人会看到真相，仁慈的人袂清清彩彩去牺牲别人的生活，为着要满足家己。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彼此来勉励，上帝永远听人，上帝永远听你甲你的家己。愿你诚做仁慈的人，上帝永远甲咱徛做伙，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了解真理，真理伫阮的内底，诚做阮生命的水泉。这个活水泉，互阮永远有活水冲出来，欢喜、快乐、平安。愿主赐我帮赞，互新化教会众兄弟，每一个人拢捌道理、行道理，嘛真清楚爱传道理。愿主赐福帮助阮，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请咱来念回应诗歌，请念回44首，圣诗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伊我来欢喜。看到卑微施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请起立来念全首。我
来坐念台湾基督教教会信仰特别来回应咱所听到的信息。万世上帝，创造普天下甲万民的有一情，伊是耶稣甲世界的主，是人心化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做人，做人的名字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并受的死、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点伫咱平安，赏赐贵咱，互咱平安百姓中做见证，到主得来。我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我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叫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无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可应允许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永远的义和。我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伊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应当上帝。我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荣耀，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医生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正义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都有追求真实的心。总是人有罪，无用者的分数，祸害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一着讨伐，互事压制伊着自由平等，以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咱议员徛者，咱这个时阵要用祈祷来回应咱所领受的信息。咱有为两项代志来祈祷。头一项，咱求主使咱有教义的稳定、信心甲勇气，伫生活中来实践咱的信仰，听上帝，听厝边，听咱所徛起的土地甲环境。第二项，咱求主赐予咱有怜悯人的心，求主赦免咱过去所做的无教义，求主予咱会当有欢喜，将咱所领受上帝的听到稳定，来分予咱四周围的人。搁再求主帮助咱，毋但听，还阁会当真实来行。咱为着这三项代志，咱每一个兄弟咱开声来祈祷。因为国万民平安，都是所
请坐。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来欢迎新来的朋友赵淑静，赵淑静姐妹哈，在后面哈，欢迎你来上帝祝福你，愿你有一个很棒的工作啦哈，好，请坐。另外这个民主的念错要原谅我啊，我看不懂。袁运芳坐在隔壁哈，来请起立哈。上帝祝福你哦，伊的手咧食头路啦吼，毋望伊的药啊，嘛袂使讲袂晓做，安尼做就好。毋望伊的事业会使做好的发展啦吼，上帝赐予恁两位，多谢。消息报告哈，报告大新，咱先来念昆州的经句，咱来念2摆。野花扶持天边人，海人降回到国家。野花扶持天边人，从海人降回到国家。西天140斤的消息报告的第1点吼。本主日是圣乐纪念主日，嘛是圣乐队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为圣乐队服侍事工代祷加奉献。第2点，爱餐小组报告。咱教会即马要为9月初3开始吼，每礼拜主日后，咱拢会有爱餐。所以讲邀请咱所有兄姐来做主人。咱有2组吼，一个是膳食组，就是厨房的。主厨，咱要看有主厨跟那个什么膳食厨房的助理，主厨会使去找人工嘛是使。那厨房的部分是戴金月执事金华姐伊会帮咱甲这主厨讲看爱传几份。第2个部分就是第2组就是服务组，这个服务组可能爱动员咱兄姐来做来认领。咱要分12组，每组有10个人。咱要选一个组长，要做啥呢？就是讲，咱伫爱餐开始出来的时阵，咱就跟他打菜，10个人来打菜，所以咱服务就真重要。咱9月初3咱第1组的服务组就是由牧师来带领，带长子们来帮大家服务，大家也服务看安怎，咱就比照后面的范例，咱要找10组，每组10个。会使组你若讲你即个家族、你家族、贵家族、单家族，你想讲即礼拜要来服侍，你就少10个甲报名。咱希望讲咱大家拢会使动起来。然后这个概念是咱一个内底那个长子所发起的。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希望有5饼2鱼的那种感觉，就是讲，你也感觉讲，这礼拜虽然你无服侍，你嘛无服务，毋过你感觉你有一个手艺袂歹，你想要甲兄弟分享，你就主的来老加菜，甲像兄弟加菜，这也是很棒那第3点就是教会下主日要举行圣礼典，我是要洗礼甲献圣礼的人到办公室来填写申请表，今仔日10日然后8月21天，后礼拜8点半，爱来问道理，要受洗礼的人爱准时出席。第4点后主日，5点下昼5点到9点，伫杨奎文学馆要举办新化教会双年大学春季班新歌发表会，甲第5届教会联合会平安7月传爱音乐会茶会欢迎兄姐邀请厝边头尾，咱做伙来参加。咱教会新华教会是主责单位，所以咱兄姐做伙关心代祷甲服侍。第5点，教会多家基金甲李兆耀长老、李太平长老奖学金，即摆才开始申请，到9月10号截止。第6点，要响应旧的救命活动。所以咱厝的后补的无要穿的，还佫有那个底衫因为咱要关怀的是非洲的所在，所以那个冬天的服饰佫关大你就无介适合第7点，台南中会9月初2下昼3点到5点，伫左定教会要办理校务的检查，请小会长一会书记
第二办相关的校图全拢受检。第8点，台南中会长一个年会9月10号下午3点到6点，伫台湾教会调规年会过28届的选举，报名到8月27。第9点，评补主祥鹰奖助学金有分共中、高中跟大专。那申请的资格要特别注意，它要有手足的触记。申请到9月17号。团契原地消息部分我来重点报告。兄弟团契第1点今仔日礼拜了后要年度改选，请兄弟团契的兄弟爱留落来投票。妇女团契离8月20，就是后礼拜要举行年会改选干部为着要选举顺利来进行，请所有会员爱参加，那用祈祷的心来选出上帝好同工。会员名带伫楼梯遐主要有老高也是安咱甲会长甲副会长讲。主日学真欢喜，伫7月22号咱主日学的学生有去参加台南中会教育部所办的台语圣经讲故事比赛，拢真赞拢得很多奖。有蔡欣瑜、陈思雨、林志柔跟蔡静安、郭信全。我去听我感觉伊讲得真好。伫我的心目中因拢是第1名，因为咱的故事内容真的是足赞足扎实的咱嘛鼓励后边拢逐工拢去参加。那再来上个大学上个大学2017年的秋季班9月8号开学。那55岁以上的兄弟报名欢迎。那比个学校是8月30开始上课。那招收的对象是国小3到6年，请兄弟有这个时间关心大道甲奉献。好，咱即摆呢，我要来报告阮信歌队事工的部分我用影片，我来用影片简单几分钟来介绍阮那个信歌队伫做啥这个今天就开始咱请。
唯有人生中的开始、结束，拢有圣歌队参与其中。今年比较较大的改变是圣歌队有换新名，这是因为年初圣歌队参加联合告别式的时，发现圣歌队的姓名有褪色。本来有考虑要换全套新的，但是发现白色的服装阁新新，所以同工决议只换姓名。大家即马看到的吼，阮即马坐咧遐看到的，迄拢是阮即马新的姓名，看起来真有精神吼。感谢师傅一个帮阮选的吼，真水真影，感谢主。生活教会圣歌队并毋是专业的合唱团，有时献的诗歌真好听，有时嘛有小可噪音啦吼。这甲咱人生共款吼，无可能是完美无缺点的。但是阮相信上帝有看到阮的内心，阮愿意服侍的心吼。好声音，上帝需要你。圣歌队练歌的时间是每礼拜六暗时8:45到10点，主日礼拜同工是9点到9点25。即使你感觉上帝有赐你唱歌的天赋，你嘛有想要服侍的心，欢迎兄弟参加圣歌队。愿主赐福，互忠心服侍上帝的圣歌队队员，互圣歌队队员伫工作、家庭拢有平安。阮全体圣歌队兄弟愿意伫音乐事工顶面接受训练甲造就，为主做更较好的事工来荣耀主。阮将圣歌队全体兄弟甲家庭全然交托互主，愿主看顾赐福所有忠心服侍的囝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即只有一点仔补充吼，咱的爱菜小组拄则有咧讲，要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振动起来吼，咱拢来做主人，咱无阁是人客吼，所以逐礼拜9月份开始，咱拢要做伙食中昼饭吼。所以伫即个中间才有写讲，既然你若身体勇行的，上帝互咱身体勇行的，欢喜要为主做工的，无年岁限制，无年岁限制，咱拢通去到伫后壁遐有一个迄个志愿的填表吼，迄个工作就是，咱就知影咧食饭的中间需要的遐个代志，咱到时会甲咱分配要做啥物吼，搁有就是较要紧的就是咱若是有参加生命小组的有团体，你若已经有参加的，这当然咱是用团体来做主体来报名。主要就是你若无参加团体，也无参加生命团迄个小组，拢无参加任何的事奉的，搁较需要请你个人来报名搁较请你会当大家做伙，做大家拢振动起来安尼大家拢来服侍人，这是一点咱拄则咧讲一组上少10个人，咱会当招。你若一组感觉我今仔日年岁较济人，我招较济人，加少年的做伙来，要12个、15个、20个，拢会使拢会使若要做伊欢喜，要做一组，嘛会使家己招的来去做一组来报名这是安尼。你若袂当通做一组，你着家己签名，然后我会甲你编排，看你倒一组安尼。感谢主，愿上帝祝福咱这个时间，会互足侪人，亲像耶稣讲的，任何伊食，咱大家拢通礼拜后拢共同来感受上帝听好，即点咱线只要来吟上营的诗歌531首，请咱来吟531首，咱着欢喜唱歌，请咱起来吟一首，请牧师来祝祷。Oh
这时，请咱犹原徛伫上帝施恩的宝座正头前，请咱的上帝以爱咱彼此好款待，彼此相宽容。愿祈祷上帝疼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神的相通，在恁大家三角之地，特别参恁所烦恼的事三角之地，对这时到因世代无尽。会后请互相行。